台人爱读册，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是沿着东门路慢慢的走到了这个是重信街53号。这栋建筑呢，其实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铁工厂，但是呢，现在目前是台南非常有名的林宪忠建筑师的事务所。如果你觉得它是个事务所，那你错了。我们今天带来这里是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也是林宪忠建筑师所经营的吴有为书店。林建筑师非常喜欢看书，所以呢，他对于书店的经营呢，其实有他的想法。他认为书就是要选，用主题选书的观念，然后呢，带你进入到文学的一个很好的空间。你可以发现，这个就是这个书店最特别的地方。那我们一起进入这个空间吧。嗨，美霞老师，阿忠，这就是林宪忠建筑师，也是这个吴有为空间的主人。阿忠，我刚进来的时候发现听到这个水声，真的感觉很好耶。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书店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水声，然后的一个水墙呢？是这样子的。当时在构想这个小庭院的时候呢，我是希望进来的人可以把外面的戏服先放下，所以我在构思一个元素。那我所构思的元素就用水这个元素呢，来沉淀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的。所以那个水可以让大家感觉其实很 peaceful，很安静，然后这个进入这个空间，对不对？对。那这样你就可以带我们走进去这里面看看那个宁静的书墙了。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映入眼帘的空间是吴有为书店的用餐区，可以在这边轻松的酌饮咖啡，阅读店内丰富的书籍。而林宪忠建筑师在布置书店时，更希望将绿意引进来陪伴读者，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空间的设计摆设上有许多精细的巧思。而吴有为书店其实还有包厢的空间，目前仅开放给吴有为之友预约使用，而包厢的位置就在我们的上方，手脚并用的登上去后，才能看见另一番景致。别致的日式包厢其实就是间小茶屋，有着榻榻米的香味及精巧的茶具，空间更能多方运用，不论作为阅读或是聚会的场所都非常合适。在书店里有各式各样的书籍可以阅读，从美食、人文、建筑空间、艺术设计、生活、文学都涵盖在内，更以阅读而交流，由交流想阅读，提供约1000本书籍，约300本的新书供读者选购。吴有为书店更会不定期办理讲座、课程、展览，透过活动加深与社区的连结，将阅读的氛围以不同的形式传播出去。苏源，你在这里呀？是啊。在这里看书哦。对啊。这个空间不错哈。是。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它跟一般书店来讲有蛮多特别的地方，因为它是空间明走，又有一些隐秘，有一些舒适。我想人在这里看一天的书是非常非常满足的。我想阿忠一定很认真经营这个人文空间了。那你这个书店，你当时经营理念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让分享就是书籍，还有一个提供一个很舒适舒服的空间这样。那你一定会按照不同的主题在选书了，因为我看你真是一个杂食性的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哎，对不对？对，因为基本上我还是以建筑为主体，然后去延伸。那除了建筑之外，我们当然会有跟艺术有关的，还有人文，然后还有包括生活面。所谓生活面，就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料理啊，然后自然界的一些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书籍。所以我刚刚看到外面还有很多的美食哎，那我就想说，这么好的书籍，谁可以进入到你这个空间来享用嘞？想要在一个很舒服的空间，好好的去看一本书，只要有这个都可以进来。我还以为要像吴思远那么帅的人才可以进来那这样我们放心了。谁只要你喜欢、有闲，而且喜欢读书，都可以进来，对不对？对，学习翻译都可以进来这个舒服的空间这样子。其实我记得楼上还有空间，所以我们一起再去看一看吧，好不好？那我们就这边走。
人爱读册，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国家一级的景观建筑设计师，也是我们台湾国际台中花博的主要的策展吴淑媛景观设计师。大家好。对。其实除了台中的花博呢打下了很亮彩的一页之外，它其实也替我们台南的水交社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景观设计，来自于他今天呢在英国 AA 建筑学院的一个背景，还有目前呢他也是英国景观建筑协会的一个副会员，还有呢在大学里头任教。我相信今天可以透过他的一个谈阅读的概念，告诉我们其实如何以一个美的角度去看所有的景观，也告诉我们今天呢这个环境如何跟美产生一个很好的联想。那我们知道，其实景观本身呢，这个设计师还有这个建筑师，他的角色就是基本上就是个导演喽。那这个导演把这个剧本呢，就要交给一个建筑师来完成。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一位台南知名的建筑师林宪忠建筑师来到现场。大家好。等一下呢，我们透过这些谈话，希望给各位呢，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阅读的建议。那今天我首先想邀请这个吴淑媛建筑师跟我们聊一下哈。你现在目前大家都讲到花博就会提到你嘛，那在台南其实水交社也都提到你嘛，你能不能提提看你这两个给我们看到目前的其实非常好成果的这两个，应该是一个案例。您当时是如何去做这样的景观设计？其实第一个案子我讲一下，稍微讲一下花博哈。事实上，我们这个国家事实上举办花博也不是第一次，已经是第二次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花博办的稍微有点不一样？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多了解这块土地啦，因为我们这个岛屿有超过1万多种植物，我想一般民众都不知道。对。那过去我们这30-40年景观设计的在植栽设计的范围里面，我们大概只用30-40种植物，但是因为我常年是在国外工作生活，其实外国人对于台湾的了解恐怕比我们台湾人尤其是他们在阅读台湾的生态跟植物上，对不对？对。他给台湾一个封号是台湾是冰河时期后期世界上最丰富的物种资料库。了解啊，就是一个活字典。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不知道，所以我回到台湾才做一些很彻底的研究，包含说跟科博馆的植物园啊、保种中心啊、农委会林务局，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研究，才发觉事实上我们有1万多种植物真的原生种、特有种就是5000多种。打开的就是一本其实很丰富的植物图鉴了，对，甚至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岛屿嘛，所以我们好不容易再次在办博览会的时候，因为博览会是国力的展现，我就希望说，在这个博览会把台湾这种物种丰富的状态，呈现台湾的物种之美。对。因为什么会有这个博览会，主要是园艺栽培者协会世界这个组织啊，他希望多了解各地的植物，然后去做推广培育，在世界各地在萌芽诞生，去做新的植栽设计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国力的展现。对，所以其实这次花博很多家长的经验是，你带着小孩去花博的现场，你真的就阅读了一本很好的植物书籍。那我想你也把这种心情带到我们台南水交社，对不对？那水交社的景观设计，您的想法是什么？水交社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因为我最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这个水交社眷村文化园区，它并不是台湾第一个眷村文化园区，对，很多北到南都有，对，从北到南很多。对，那其实每一个眷村文化园区做起来都差不多，就是家家户户竹篱笆跟砖墙隔起来，对，就把篱笆外的春天都展现，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以前的不管怎么修，就是回到某一种时代的新的历史建筑而已。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空间上，事实上没有跳脱出现代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在这个时代也有它的创造性，但这创造性应该跟这个土地是有关系的，跟它的眷村的历史也有关系的。你努力要把它找回来，在你的景观设计里。是因为我觉得老建筑新生命哈，你总不能一直在塑造一个旧的东西，然后在一个旧的时代。所以我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水交社，它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它以前是日军海军航空队的
的飞行官的宿舍，所以它格局是比较大将军级的呢，对，将军级的，而且到空军中华民国空军接收的时候，它也是将官的宿舍，对，所以它跟一般的我们看到军训是规格是不一样的，了解。所以它除了有一个很大的私人庭院，也有一个公共庭院。那这一次我主要是把所有的围墙啊这些全部拆掉，变成说这一栋一栋的老建筑就像一栋一栋的历史。所以它总共有大概有9栋。9栋。那你把9栋跟它的绿地结合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大整体。Exactly， 就是先把公园建构起来，然后这一栋一栋就是我们很珍贵的艺术品，坐落在一个，所以它不会变成它是疏离，就是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一本您推荐的书，也会讲到它不会有隔。但它的尖跟尖之间的距离是产生其实很好的景观的美感，就对了。那我在想说，其实很特别，是因为我想，阿中曾经讲到过说，你一直觉得在台南哦，其实你很想复苏那种红砖墙的文化的建筑，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我可能跟你的生长经验是有关系。你觉得那样的一个砖墙的砖构，在建筑上来讲，为什么您想把它找回来呢？是这样子，因为从我回来到台南，我大概15岁到30岁没有在台南嘛。那到台南回来，我发觉其实台南人的城市的特性，还有台南人的个性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清润的。那红砖这个材料呢，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清润的一个材料，亲和力也够。那你看我们现在既有的建筑，传统建筑大部分都会看到红砖这个元素。对。那但是因为应该怎么讲？因为时代的变迁呢，因为大家认为 RC 比较坚固耐用，所以都用。但是 RC 本身是一个很不环保的材料，然后它也是一个很冰冷的材料，所以我希望能去往这方面去 study 发展。所以我其实比较好奇一点，倒是说，就是也跟吴淑媛这个我们景观设计这个建筑师来谈，是因为砖里头有阿中他从小一个美学的累积。那我一直觉得，比如说你现在呈现的是一个国际级的框架，国际级的视野跟水准，但是我相信两位都一直有提到的是一个成长经验中的美学的养成哦。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因为其实跟我们阅读很有关系。妈妈怎么教你去看美？那个阅读的经验，我相信也是你后来去阅读很多美的一个很好的养成。那些是什么呢？事实上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是我妈是个裁缝。就是裁缝师，所以我妈从小就是带着我去打菜期，那些卖布的、卖纽扣的啊、卖拉链的，我从小就在那个环境穿梭，因为她的工作就是要帮客人挑最好的布料、挑纽扣，最恰当的配置。其实这个就是设计然后打菜期它的那个什么布的种类啊，大概是全台湾最丰富的嘛，因为最早台南建都最早，所以它资源很丰富。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开始去培养说，对于不同的颜色、形式、材质的这些美学的组构，事实上跟空间一样嘛，建筑跟一件衣服事实上是讲一样的事情。所以每一个妈妈都要很有信心的知道说，其实它就是小孩最好的设计的启蒙，他在这里穿梭就会得到一些东西。对啊，所以我就是很好奇，想了解一下说，如果假设这样的话，比如说阿中常常在强调说砖最美，因为它跟你的人文经验是有关系的。我想两位呢，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谈一下说，那如果假设依照这样的概念上来讲的话，今天你的学习经验是从你的生长环境出发，但是后来当你呢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化的框架，不管是建筑啦或者景观建筑设计，我相信国外的经验吸收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那些影响你的又会是什么？事实上在国外我觉得是他们对于美学 sense of beauty 的一个不同的认知啦。因为事实上在台湾有台湾土地的这种很美感，但是在国外你会觉得事实上以英国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强调人跟自然的，人跟自然是结合在一起。你看那个英国伦敦的 Hyde Park 海德公园，或者是他们 Hampstead Heath 是霍姆斯德山丘，事实上他们都在讲说人如何回归到自然一个舒适的居住状态，所以才会有田园城市，city garden city， 到现在的 city in the garden，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我也是把这样子的美学带回台湾。你看花博或者是水教社，你会觉得进到水教社就进到一个超大的都市公园，那建筑反而变成配角，一栋一栋放在上面，所以它也蛮特别，是说，其实，在外国他们的养成经验，你因为有2次的学习嘛，对不对？
你会发现跟台湾有什么不同吗？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很多的家长从小会牵着小孩的手，教他们去阅读，去看一件事情，看那件事情就是一个教育，就是一个思考。可是阅读的本身的进入，它必须可能我们家长啦，或是我们一个阅读的领导者，他应该教我们怎么去做。然后呢，这就如同说你在国内。他教你怎么去做，去想设计这件事情。那你在英国，他教你怎么去想设计这件事情，他也许是有所不同，所以会使得你今天，透过英国人、外国人经验发现，原来我们台湾有东西，我在国外才看到。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在国外学习的经验跟国内学习经验，它的不同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台湾的设计教育，大概是老师是一个非常主动的角色，因为他会主动跟你讲说你要念什么，你要念什么，你要去做哪些事情，这个叫做学习啊。对。可是，在国外，我从台湾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去到英国去，我发觉他们不做这种事情。老师的角色变成说，你今天做什么呢？我就是想办法把你摧毁，然后你会再去做更多的研究，先把你解构。对，然后再把你他会 criticize 你所有做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逻辑上有问题，你这个完全不对，那你就会去做研究嘛。你在这研究的过程，你就成长了，你就把自己的理论变成非常非常的solid， 然后再跟你的老师去做那个 debate。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西方的教育是一个辩论的过程，辩论产生真理。他会透过辩证去告诉你那个是对的，而不是一开始告诉你说这个就对，你就全盘去接受。是不是？所以这个会差别在于台湾的学生跟国外的学生，有时候在比起来台湾的学生会变成，如果没有人给他指导，没有给他题目，他不会做。你现在大学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我在教书的时候吗？当然了，因为我是把英国的那一套研究的方法带回来，我发觉台湾的学生是，你跟他讲什么事情，请他去做研究，他是可以做的啦。了解。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主动做研究，比如说，我们毕业设计要定题目，对，我就会说你应该要去找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去做研究。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做研究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趣，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朋友今天在观察这个节目里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思考。我们到底有没有从小扎下一个很好的种子的根，让孩子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想一件事情，思考一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记得阿中这个吴有为书店，我第一次我看到他，我感觉最迷人是下面有4个字那4个字叫做实体思维。所以呢，每次呢那边也会摆几本，其实我觉得阿中所建议的书籍啊。那所以呢，我在想说，阿中你怎么去看今天书员所提到的，我们今天怎么去看待一个国外跟这个国内他们的一个阅读的成长经验呢？刚好我跟书员刚好相，因为我没有在国外待过。对。那其实我的所谓的空间养成教育就来自我们家的三合院。那其实从这个三合院呢，就会衍生出来，就是说，以前呢我看不懂三合院。那这几年我可以慢慢体会三合院，然后衍生到最后就是说，刚才书员有讲到人跟自然，其实，台湾传统的建筑它很强调人跟自然，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从风水这一件事情，那种风水其实不是很迷信的那一种风水，而是它有它的道理去铺陈。那好，又回到我们那个三合院，就是说三合院它本身的空间，它就是一个院子，那个院子平常是无的，但是它有很多个行为在那边发生，比如说。取价、分商起金就可以在那个院子发生，然后农作物，然后还有一些节庆活动，所以我在那边我就体验到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活动，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你这样讲的话，一个三合院是一个传统的 image， 但是因为你赋予它不同的思考跟阅读的想象，所以呢，可能会让那个三院本身它看起来是空的，但它就可以产生有过去的经验中连结，它就可能发生很多，也许是婚丧喜庆啊，也许是人生的很多的仪式。那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我觉得很丰富的所在，是这个意思吗？对，没错，因为你在那边可以观察到不同人的各种行为活动在里面，这是目前的住家没办法看到的。对。所以我们在其实去看到一个景观的设计里头，这里面就touch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景观设计里头，它基本上可能很像是今天阿中提到的三合院，
它不是提供一个有给你，它可能在整个概念上是告诉你说，我可以在这个景观的设计中去想象更多的什么东西。那我觉得以我来想象的话，它也是人要在这里生活，对不对？那如果依照这样讲的话，你觉得景观设计要怎么样去注重人的因素呢？我认为还是跟土地的结合啦，因为从土地长出来的一切最真实嘛。对，所以所谓的景观设计，事实上还是回到人最终的自然的渴望，因为人是从森林走出来的。对，我们并不是从都市里面从地上这样突然蹦出一个水泥块所以事实上，不管在欧洲啊，在日本，在台湾，我认为最终还是回到人跟自然融合的状态，也就是说，这是点跟点之间最舒适的距离，产生一个空间迷人的状态嘛。这就是我们8个日本美学里面讲的间的概念。待会您会在我们下一次的时候跟我们推荐这本书，好好的谈一谈哦，是不是？那我是觉得，其实呢，假设以这样概念上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要教一个人如何去透过景观去阅读人，或是教一个我们讲说一个人如何去阅读景观，这之中所产生的一个概念的连线，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比如说，你很希望别人怎么去看你今天在做这个花博，你很希望别人怎么去看你现在在做这个水交社这人文空间。也许每一个他踏进这个空间都是一种学习嘛，一种阅读。你希望人家怎么去看你这2个，以及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在台南跟在台中曾经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成品。事实上，我觉得过去大家对于空间总是会停留在，你怎么这么空啊？怎么我好像要再丢一些装饰啊，丢一些 decoration 啊，没有把它填满就不是设计啊。我相信过去都是这样子嘛。对，所以我们过去才会住在一些什么假的巴洛克的房子，或者假的新古典的房子。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对于设计这种美学的。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就是说你进到这个空间，你感觉到舒适，是，那就是间的概念，就是点跟点的一个迷人距离。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水交社，你会看到是一片的空旷的草地，只有几棵自然的树，还有几个像艺术品的房子，你走在里面得到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氛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也是阳光会落下来，因为你这样的空旷的感觉，你发现我看到台南的阳光，然后承接是台南的草地，对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好。所以我觉得你这其实出来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嘛。你今天我们去教人用阅读的眼光看我们的大自然的时候，它其实牵到人与美的连线了哈。自然。先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个空间是阿中的，你觉得人跟美的连线中应该怎么去定义啊？没有，就刚才，我先从那个刚才在讲那个水交社，当然我想起三乐院。我看我们一直在讲三乐院，其实三乐院呢，它在办活动，它不会把整个三乐院挤满，它一定会留一个空间，因为你不知道在活动过程它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如果你全部塞满，没有留白，没有余韵，那个就整个就它的弹性就不见了。对，所以在思远他刚才讲，就让我联想到，三合院这种空间的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太习惯把空间全部塞满，就没有美的感觉。对，所以当时所以这种你全部塞满，美的想象就没有了。对，所以我们应该要给自己那我觉得台语有一句话，也是我做这几个空间所领悟到的，就做人要留余地。留余地。对，因为你不要得理不饶人。那你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得理不饶人，所以吃了蛮多闷亏的。那后来才知道说，其实留有余地对彼此都是好的。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一个建筑的概念去来谈到一个做人的哲理了哈。那苏媛，你觉得人与美的定义，应该以你今天做这么多的景观设计来说，你怎么去看它呢？人跟美定义，我觉得就是不强求啦，不故意啦，然后就是一切就是自然融合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大概是，那所有事情就是余韵跟留白跟非常非常的自然的挥洒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想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概念是，假设我们有留一片的绿地，然后我们留一个很好的景观，拆掉它的围墙去看，感觉就很好。其实你刚刚讲这件事情让我其实想起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我曾经到过南极去旅行，那在2017年的年底的时候，我是从这个阿根廷的波宜诺斯艾诺斯进去。这个城市很特别，因为它有一个全世界最美的一个书店，是由歌剧院养成的。那这个国家呢，其实他们有许多人都非常喜欢用纸本阅读。
我发现很惊奇，不管你在 bus 上面啊，或是你在一些空间的咖啡店，他们都不是滑手机，都是拿着那个纸本来做阅读。所以我在一间160多年的书店里面呢，我就跟一位老先生聊天，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用一本书来阅读？因为那本书看得出来他已经翻了很多遍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觉得其实他阅读一本书的时候的感觉很像什么呢？他觉得很像是跟这个书产生一种距离美感的谈话，就像是刚刚吴淑媛建筑师你这个提到的那个尖的东西，因为尖产生了秩序，所以当我今天我可以用我的速度慢慢的去读它。他不会回应但他用他的速度慢慢的放到我心里头，让我沉淀。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呢，他说我每翻一页的书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心灵的享受。所以就因此呢，他就觉得纸本的阅读，我当然可以读一辈子呀。所以我在想，如果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我相信你的空间阅读也是这样。那阿忠呢，你今天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三合院的阅读，事实上也是如此吧？对，所以我希望各位也享有那样的一个我觉得从容自主的愉悦的阅读空间。那这是我们今天带给各位的，希望您会喜欢。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风滚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